本視頻中，我哋將為你介紹 CalWORKs 兒童保育補貼項目嘅概況。喺舊金山正在領取現金援助嘅 CalWORKs 參與者，若參與經驗批准嘅活動或者已就業，有可能資格獲得由 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 管理嘅 CalWORKs 兒童保育補貼。要符合資格，家庭必須要居住喺舊金山並符合 CalWORKs 嘅收入要求，擁有一名0到13歲嘅兒童，並需要通過 San Francisco Human Service Agency 進行申請。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 可以幫助符合條件嘅 CalWORKs 參與者在其所在嘅社區尋找托兒服務，並了解可協助支付托兒費用嘅補貼選項。正在領取現金援助、參與經驗批准活動或者已就業嘅 CalWORKs 參與者，有資格獲得第一階段 Stage 1兒童保育補貼。停止領取現金援助嘅 CalWORKs 參與者，無論原因，如符合收入需求及資格條件，仍可以在第二階段 Stage 2繼續獲得兒童保育補貼，最長可達停止援助後嘅24個月。正在使用第二階段補貼嘅參與者，可以在第24個月轉入第三階段 Stage 3，只要持續符合收入需求及資格條件，包括兒童嘅資格，即可繼續獲得兒童保育補貼。呢個流程圖說明了舊金山符合 CalWORKs 資格嘅家庭如何通過 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 獲得保育服務。家庭需聯繫其 CalWORKs 工作人員，制定經驗批准嘅計劃，並且申請第一階段 Stage 1兒童保育授權及轉介至 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當 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 收到轉介後，其 CalWORKs 專員將聯繫家庭，協助尋找托兒提供者。當家庭揾到托兒提供者後，將會被分配一位 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 嘅家庭專員，為其介紹補貼系統，並安排入學會議，以完成註冊文件。家庭專員與 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 嘅提供者團隊合作完成相關申請。當家庭同提供者完成註冊後，家庭將收到兒童保育授權文件。家庭專員也會將成為後續嘅主要聯絡人。參與經驗批准活動嘅 CalWORKs 參與者，如果常規托兒提供者暫時無法提供服務，或者孩子因為不適而無法前往原托兒機構，有可能有資格獲得緊急備用兒童保育服務。你可以選擇上門或者外出嘅備用托兒服務。該服務對 CalWORKs 參與者免費，但需要提前登記。如需註冊或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 Family Support Service of the Bay Area， 電話415-861-4060，郵箱 info@fssba.org。請訪問 Children's Council of San Francisco 網站 childrenscouncil.org/family help pay for childcare， 了解更多如何通過 CalWORKs 尋找並支付兒童保育服務嘅信息。